干嘛突然找我划船啊？担心你太急于求成，不明白划船的规则。你笑什么？有些事不叫急于求成，是叫抓准时机。抓准时机也得在讲规则的基础上啊。你猜他们会说什么？啊？什么？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是觉得男生有时候也很幼稚。师姐，师姐，姐，林心离，你先去救他。好，我去救师姐。亲爱的，高姐。小希，感觉怎么样？没事没事，呛到水了吗？我会游泳，没事，我没呛到水。没事就好。师姐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谢谢你啊。行，那我先去看看林夕。小七，你还好吗？是不是吓坏了？没事，我没事。那我先去看看石英。啊。这是。我们去看看石英姐吧。走。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刚刚一时情急，我真的我知道你离他比我近，我没事儿。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扶你起来啊。我陪着他，你们先去换衣服吧，别着凉啊。我先带你去换衣服。走。小希，你生气了？小希，你听我解释。我虽然是比秦月先入水，但是我根据我们所处的位置和水流的速度判断，我的确可以早救到你。但是如果让秦月反身去救石英的话，可能就来不及了。所以我从程序的优先级上判断，我才去救的石英师姐，不然她就一定会有溺水的危险。哎呀，小希，我是说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我没生气。啊？你没生气啊？因为我会游泳啊，而且就算我不会游泳，我也觉得你的选择很对。女朋友，真是通情达理啊！你知道就好。